14號嘅愛靈堂嘅主日崇拜開始時候，我哋一同祈禱。主，感謝你俾我哋今天有主日，亦都有崇拜主嘅機會。我哋今天喺經文裏邊都學習因信稱義，求主嘅信息來到我哋嘅心中。我哋祈禱奉靠耶穌嘅名，阿門。將時間交俾詩歌。弟兄姊妹早晨，當求靠主耶穌，我哋就擁有世上最美好嘅福氣。讓我哋同詩歌歌頌讚美主耶穌。願我的心神從我的主，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，在你恩典中幾多的好處，前早到晚上也未停住，藏在你帳幕的恩處，渴想為神盡地愛主，也許一生多困苦，別是那天氣冷漠，那你總會我的辛苦，就蓋他變作歡呼，人海中不分有愛慕，靠我的心先做驕傲。靠你，便學恩典豐富。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，在你恩典中幾多的好處，前早到晚上也未停住，藏在週末的恩處，學盡一生盡地愛主，那一生多困苦，別是那天氣冷漠，那你怎會對他苦，受害他變作歡呼，有愛慕，心始終堅固，靠你，便覺恩典豐富。下面呢首詩歌提醒我哋，當我哋被工作嘅壓力同埋生活嘅重擔壓到唞唔過氣嚟嘅時候，我哋應該將我哋嘅專注轉移到
創天造地、掌管天下萬有嘅主身上。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，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我要赞美，坚持到底。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希望，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，我要感恩，称谢到底。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，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我要赞美，坚持到底。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，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，我要感恩，称谢到底。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，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，我要赞美，坚持到底。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希望，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，我要感恩，称谢到底。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，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，我要赞美，坚持到底。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，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，我要感恩，称谢到底。我要感恩，称谢到底。將一切榮耀頌讚歸於主。我哋嚟到十字架面前，當虔誠認罪、安靜時間之後，用禱文公禱。我哋一齊用禱文公禱。仁慈的上主，我是被罪惡捆綁的人，常常身不由己地違背你的旨意，虧欠你的榮耀。
我沒有盡心盡意盡力愛你，也沒有愛人如己。求你因耶穌基督的功勞赦免我的過犯，塗抹我的罪孽。求聖靈賜我能力，叫我行事為人能與所蒙的恩相稱。奉主耶穌的名，阿門。惟願全能嘅上帝憐憫你們，因我主耶穌基督赦免你們嘅罪，增強你們行善嘅力量，並以聖靈嘅大能保守你們常在永恆嘅生命之中。阿門。我哋用體驗方式讀詩篇100篇。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，當樂意侍奉耶和華，當歡唱來到他面前。當認識耶和華是神，我們是他做的，也是屬他的。我們是他的民，是他草場的羊。當稱謝進入他的門，當讚美進入他的院，當感謝他，稱頌他的名。因為耶和華本為善，他的慈愛傳到永遠，他的信實直到萬代。跟住係讀經。今日嘅經文喺羅馬書第5章1至8節。因信稱義的福，所以我們既因信稱義，就藉着我們嘅主耶穌基督得以與神和好。我們有藉着他，因信得以進入現在所站立的這恩典中，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，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盼望。盼望不至於落空，因為神嘅愛已藉着所賜給我們嘅聖靈澆灌在我哋心裏。我哋還軟弱嘅時候，基督就在特定嘅時刻為不敬虔之人死。為義人死是少有的，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嘅時候為我們死，神嘅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讀經完畢。馬太福音9章35至10到8節，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他們嘅會堂裏教導人，宣講天國嘅福音，又醫治各樣嘅病症。耶穌看見一大群人，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困苦無助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。於是耶穌對門徒說：要收嘅莊稼多，作工嘅人少。所以你們要求莊稼嘅主差遣做工嘅人嚟，出去收他嘅莊稼。耶穌就叫咗12個門徒來，給他們權柄，能驅趕污靈同埋醫治各樣疾病。呢12個使徒嘅名字如下：頭一個叫西門，又稱彼得，還有佢嘅弟弟安德烈，西比泰嘅兒子雅各同雅各嘅弟弟約翰，腓力和巴多羅馬，多馬和稅利馬太，亞勒腓嘅兒子雅各和達太，激進黨嘅西門，仲有出賣耶穌嘅加略人猶大。耶穌就差遣呢12個人出去，吩咐他們說：外邦人嘅路你們不要走，撒瑪利亞人嘅城你們不要進，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嘅羊那裏去。要邊走邊傳說天國近了，醫治病人，使死人復活，使麻風病人潔淨，把鬼趕出去。你們白白嘅得來，要白白嘅給人。腰袋裏不要帶金銀銅錢，途中也不要帶行囊，不要帶2件內衣，也不要帶鞋子和手杖，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。
願因為平安從我哋嘅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俾大家。咁今日嘅講道經題咧，我選擇翻去羅馬書嘅第5章。羅馬書嘅第5章係基督教嗰叫新教改革以嚟嘅重點經文，亦都係講緊因信稱義嘅道理。咁所以今日咧叫因信被稱義。我翻去新約經題，羅馬書嘅第5章。羅馬書嘅第5章呢度講保羅開始講話，我哋因信稱義，藉住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，或者叫相和。我哋又藉住佢因信進入所集嘅恩典之中，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嘅榮耀。現實當中，基督徒係咪歡歡喜喜呢？定係我哋會講，我哋會有患難，我哋有苦難？保羅當時寫信俾羅馬城中嘅基督徒，佢哋係咪歡歡喜喜呢？唔係。當時嘅羅馬帝國係迫害緊啲基督徒，所以呢班嘅人係喺患難之中。而保羅佢自己本身喺未遇見復活嘅基督之前，佢都係嗰個去捉拿基督徒、迫害教會嘅人。但係當佢喺大馬嘅路上遇到復活嘅基督嘅時候，徹底改變咗一個嘅人，佢成為咗使徒保羅。面對咁嘅挑戰，保羅佢自己再去寫信勉勵呢班嘅信眾，佢講話5章3節，佢話不但如此，喺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，因為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盼望。剛才講嘅歡歡喜喜，其實係喺患難當中。當然呢度有兩個唔同嘅層面。第一個，平常人喺患難當中點能夠歡喜呢？於是我就揾古譯本，古譯本呢就200年前譯本呢，佢嘅翻譯係幾好，佢話吾輩即係我哋啦，吾輩以楚為榮，楚就係苦楚，榮呢個係講緊榮耀。唔係而家我哋用呢個現代中文譯本嘅歡歡喜喜個以楚為榮，所以呢度講嘅患難唔係講緊人生嘅患難，呢度嘅患難係講緊因為信仰而受嘅迫害，唔係講緊天災人禍，唔係講緊你份工忽然之間上司要投訴你，亦都唔係講緊你同朋友之間嘅紛爭。亦都唔係講緊你家庭嘅問題，係講緊你因為信仰而接受嘅患難。所以當我哋要解釋經文嘅時候，要翻保羅嘅年代，唔係講緊我哋平日我哋嘅唔開心我哋嘅焦慮。如果基督徒因為主嘅緣故而受到患難，就係因楚為榮。呢個苦楚係因為你信仰而帶嚟，所以如果咁樣讀呢段經文所講嘅歡歡喜喜係講榮耀，就係第一世紀基督徒發生嘅事情，咁樣能夠吻合同歷史吻合。因為保羅同羅馬城當中嘅基督徒，佢哋呢度相互疑問：耶穌升天喎，聖靈降臨喎，教會喺地上工作喎，唔係受到祝福嘅咩？但係喺羅馬帝國裏邊，當時嘅羅馬皇帝下令要捉拿信徒，就係連保羅自己佢都因為傳福音而被坐監。所以保羅自己寫咗呢句：患難係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盼望。喺患難當中，保羅叫信徒去倚靠神，去學習忍耐。然而，當基督徒面對信仰患難嘅時候，
我哋最大嘅倚靠、最大嘅幫助，只有從神而嚟。當遇到患難，我哋有住忍耐嘅心，當中學習倚靠，喺等候中，聖靈就會賜信心同埋盼望。呢個係一個咩嘅盼望呢？盼望不至於落空，和合本叫做盼望不至於羞恥，因為所賜給我哋嘅聖靈將神嘅愛澆灌喺我哋心裏。呢度就新譯本有少少唔同啦，個係聖經所講嘅盼望，英文叫做 hope，H-O-P-E，hope， 我哋叫做希望。但係當你講希望嘅時候，或者講 hope 嘅時候，係一種諗法，係一種期盼。但係保羅所講嘅盼望係一種救贖嘅盼望，係嚟自神嘅盼望。呢份盼望係要我哋明白真理。呢個終極嘅盼望係嚟自神嘅愛。呢份盼望係能夠救我哋脫離黑暗，救我哋脫離人生嘅絕望。呢份盼望係指向永生嘅盼望。重要嘅是，神所賜嘅聖靈將神嘅愛澆灌喺我哋心內。呢度講係聖靈澆灌我哋心中。有一位名人曾經講，佢話愛嘅反面唔係憎恨，而係恐懼。今日嘅世界，我哋活喺恐懼當中。我哋驚退休唔夠錢使，我哋驚會唔會打仗打到嚟美國，我哋驚國與國之間嘅貿易衝突越嚟越高，我哋啲油價可能會多6蚊。人同人之間亦都有恐懼。如果我哋用恐懼嚟面對我哋嘅世界，用恐懼嚟面對我哋嘅生活，只會引來更大嘅恐懼。我哋都唔知未來係點，你只會繼續去驚下一步。而呢個世界亦都教我哋繼續用恐懼去面對呢個未來。到最後只會成為人類嘅恐懼，大家唔喺恐慌之中，又好似當年呢個疫情大家去搶廁紙一樣。如果世界冇咗神嘅愛，人就會恐懼，所以神嘅愛嚟到係驅走呢種嘅恐懼，係解決呢種恐懼。當神嘅愛嚟到係要拯救我哋，咁究竟神嘅愛係幾時能夠顯現給世人呢？5章8節，唯有基督在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為我哋死，神嘅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保羅喺第5節嘅第5章嘅第1節講話，因信稱義，與神和好，站喺恩典之中。呢度就突顯出信徒係白白得來嘅呢份恩典。而呢份恩典係叫我哋有盼望，活喺神嘅愛中。如果按照保羅所講，基督為我哋死嘅時候，仲要係我哋作罪人嘅時候，大家記起十字架嘛？十字架就係人類犯罪得罪神，就話基督要背上十字架，連嗰個日頭都黑暗。最黑暗嘅地方，最唔可能嘅地方，耶穌死喺十字架上嘅地方，亦都係門徒同婦女最恐懼嘅地方。佢哋跟咗耶穌3年，而家耶穌要被釘死，係佢哋失去咗盼望嘅地方。佢哋再冇耶穌嘅帶領，耶穌死咗喺絕望面前。喺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，喺我哋未信耶穌之前，我哋仍在罪中，但係主為我哋死，正正就係喺患難之中，喺十字架上，世界仍然在罪嘅當中，我哋仍然罪人。
神嚟拯救，施憐憫，顯明佢嘅愛。所以呢份愛唔係世人所講嘅愛，呢一份愛係重價，係耶穌用生命換來嘅恩典。翻返去第一節，我哋因信稱義，藉住基督與神和好，又藉住他暫在恩典，歡歡喜喜盼望神嘅榮耀。最後要翻因信稱義，當然呢個係和合本嘅翻譯，我哋做到信達雅。咩叫信達雅？即係有信仰嘅理念啦，達就係傳達到個信息啦，雅就係優雅啦，即係文字上嘅優雅啦。但當然啦，呢一個係100多年前嘅翻譯，咁我再揾翻再舊啲嘅翻譯，咁有幾個同大家分享，一個叫做唔會，即係我啦，我既以信得義，另一個唔得係既信表義，1853年我就中意呢個啦，既因信而被稱義。我中意1853年個版本，雖然係好長，即係你話信達雅就係4隻字啦，因信稱義。但係咧，原來我呢個信仰係被聖靈所感動，亦都係2個禮拜前聖靈降臨節嘅提醒。保羅寫俾哥林多教會，如果唔係聖靈感動，冇人能夠稱耶穌為主。我哋係因信而被稱義。唔好以為因信稱義係因為我哋有幾大信心，因為我哋有幾虔誠，因為我哋每個禮拜日返教會，而我哋係義人。大家唔好解錯，我哋因信被稱義係因為我哋唔足夠，係因為世界有罪惡，係因為我哋承認自己唔能夠救自己，係因為我哋活喺恐懼當中。唯有耶穌與聖靈先能夠拯救我哋脫離罪，因信而被稱義。一切係因為神嘅憐憫，藉住信耶穌，因信啊，我哋才能被稱義，站喺神嘅盼望之中。求主賜福，亦都求主叫我哋謙卑喺神面前，縱然作罪人，就係因為我哋有罪，神才能拯救。求主賜福。回應詩，愛就是。
我哋用使徒信經承認我哋嘅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創造天地的主。我信耶穌基督，上帝的獨生子，我們的主。因着聖靈成印，從童女瑪利亞所生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死了葬了，下到陰間，第三天從死裏復活，後升天，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，將來要從那裏降臨，審判活人死人。我信聖靈，一聖基督教會，聖徒相通，罪得赦免，肉身復活，並且永生。阿門。願基督嘅平安常與你們同在。我哋同身邊朋友拱手祝願對方主持平安。我哋一同祈禱。主求你憐憫我哋呢個世代，憐憫呢個世界。我哋活喺恐懼當中，世界亦都去將恐懼成為一種嘅方法，去傳染俾唔同嘅人。我哋恐懼未來，我哋擔心好多嘅事情，但係呢啲事唔係我哋能夠控制。有時呢啲恐懼亦都去到我哋嘅心中，去到我哋生命當中，成為一個嘅缺口。神啊，你來拯救，叫我哋將呢份嘅恐懼除去，因為有你嘅愛。神嘅愛就係藉住你差你嘅獨生子嚟到世上道成肉身，經歷生死，叫我哋能夠藉住你受死升天復活嘅恩典，與你和好。主喺度保守教會，叫教會成為地上嘅記號，一份恩典嘅記號。啲人望見十字架就能夠有呢份嘅盼望。我哋祈禱為到教會嘅肢體祈禱，為到陳伯，為到 Ivy， 為到司徒太、林太、譚太、張太，Dora 嘅大哥、二哥，為到 Amelia 嘅媽媽、婆婆，為到 Marilyn、Ariel、Maggie， 主你要一一知道我哋嘅需要，亦都求主繼續保守教會成為燈台，叫人能夠得着盼望。我哋咁樣祈禱交託，奉靠耶穌嘅名，阿門。
前方的守住，感謝神豐富預備，感謝神過去的同在，感謝神存在我旁，感謝神賜溫暖春天，感謝神凄涼透鏡，感謝神抹乾我眼淚。感謝神，同巨夢應允，感謝神，美夢垂聽，感謝神，我親見風暴，感謝神，豐富供應，感謝神，賜我富裕流，在絕望裏得安慰，感謝神，賜無限人間。感謝神，無比慈愛。感謝神，是流光玫瑰，感謝神，玫瑰有刺，感謝神，賜家庭溫暖，感謝神，有福盼望，感謝神，賜喜樂憂愁，感謝神，屬天平安，感謝神，賜遍天平安。要感謝，直到永遠。我哋為奉獻祈禱，求主悅納我們和我們所獻上嘅一切，願主耶穌使我們嘅生命更健壯，成為他的肢體，在世上傳揚主豐盛嘅慈愛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簡短嘅報告，嚟緊6月20號係愛鄰團契中午12點嘅咁如果有其他嘅事項，可以喺 WhatsApp 群組度聯絡。將時間交俾撒老師。我哋都領受咗主嘅愛同埋主嘅恩典，而我哋都時常記得要將呢一份愛傳俾身邊嘅朋友同埋家人，讓更多人能夠認識主耶穌。是否將愛，在那沉迷的愛，可以得到這亮光。真心的愛是這樣，當你有這永存到一生的愛人。你要愛全Jesus是你愛，書上首先是你沒自由萬法真是真心的愛是這樣，當你有這你要唱像春天的歌，你要愛全
我哋接受主嘅賜福，我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、上帝嘅慈愛、聖靈嘅感動，常與你們同在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阿門。平平安安回去，彼此相愛，服侍鄰舍，榮耀基督。感謝上帝，大家請坐，默禱之後可以散會。即係 OK 嘅，係嘛？即係部機有問題。係啊，幾樣嘢啦。